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了停通的时间，我是也摆爱教大家运动的阿凯先生。也摆爱教大家练的是我哋肌肉的动作，肌肉的训练呢，如何用自家身体的重量，嘛可以拿些把有重量的东西呢，我练我哋的手啊、臀脚，有练的话，行路啊、爬上爬下的时间，那唔要软脚哦。等一下，你向下停顿先生来停通一下哦。开始运动之前，我哋要先来做18把动作，帮我哋身体热起来哦。也咪要拿一条束链索，好，也动作咧做嘅时节，手拿顿一条束链索，用你脚嘅头前哦，两只手顺切向东高，慢慢啊做，向后背，向下去，向到你嘅师傅也偏如何嘅，好，慢慢啊向东高，向头前。跪来，好，安尼向东高，到后背，好，安算100，好，我哋开始的哦，你慢慢做如何做失败哦，3、4。因为你做的时节，向东高的时节，手啊会变安尼，唔好安尼哦，顺次如何诶？好，慢慢做。8、9、10。下一个动作咧，我哋要面体内胸，好，一条束链索，用你脚带下，好，面下来的时节，一只脚顺切，好，两只手拿顿一条束链索，向你身体绑线，好，绑线的时节，你脚后背会绑线哦，好，安尼差唔多4秒钟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稳脚，同样哦，脚压高，好，两只手拿一束链索绑起，好，同样4秒钟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这两个动作如何我哋热身的动作哦。一晚我来教大家练脚臀师傅的动作哦。好，我哋做的时节要拿一条束链索。大条、小条拢可以哦。先生根本拿的是大条的束链索，做的时节用嚟做咧，我哋先做我哋师傅臀脚的动作哦。好，一条束链索，我哋两只脚顺起来一条束链索踢动。好，束链索咧唔好停喺切头哦，停喺大腿呀。好，我哋。自我哋呢做薯片，屈下去18把，安尼如何？好，慢慢啊，你的手用身体两边行出去，右脚先行出去，好，左脚跪落18把，好，行到也时节，屈下去，放来，好，脚唔好顺出咯，好，都安尼如何？好，咱行出去。行过来，屈下去，放来，好，行出去，行过来，屈下去，放来，好，行出去，行过来，屈下去，好，安尼慢慢做如何哦？好，安尼开始哦。1、
你，好，一，你，一，你，好，记得做的时节，你两只脚的七条做唔得安尼哦，好，我一条数年数我绑线，好，做慢慢啊屈下去，放来，好，行出去，慢慢啊屈下去，放来，行出去，屈下去，放来，好，换一摆哦。屈下去，放来，好，脚无你屈下去的话，你安尼用会做咧，你安尼行愈好诶，一，好，慢慢啊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好，行过去，一，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，好，你咧可以用嚟做咧，咁樣哦，腳打開來，一條綁線，好，綁線如何哦？慢慢啊，屈下去，記得呢七條唔好安尼哦，打開來。好，放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記得呢七條哦，做唔得安尼哦，我打開來哦，數年數我綁線哦，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，我哋腳毛呢啲花可以用嚟做咧，可以拿一種燈咧，咁樣我哋嘅腳，不用睇下數年數體重。好，做嘅時節，數年數，停下你腳踭高，好，一隻腳冇痛哦，另一隻腳，右腳嘅話向下你右邊打開來，好，慢慢啊舉來，好，打開來，慢慢啊舉來，打開來，慢慢啊舉來，好。我哋開始嚟哦，一片，好，慢慢啊做，舉來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好，記得做嘅時節，右腳做嘅話，唔係左腳七條，要向頭前哦，唔好同嘅時節，唔腳邊呢。安尼都唔錯嘅哦，好，向頭前慢慢做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打開來嘅時節可以停一下，好，慢慢舉來，好，停一下，慢慢啊舉來，好，右腳做起來，我嗌你左腳，好，咁樣哦，右腳嘅七條向頭前，好，一。停一下，舉來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慢慢做入好嘅哦，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、
也如係我哋根本呢練我哋嘅腳同師傅嘅動作哦。運動做起嚟，也咪我哋愛來做是把比較輕鬆嘅動作哦。好，首先我哋面體內胸，做嘅時節咧，面下來，一隻腳左腳用嘅右腳當高，好，兩隻手咧，左手向嘅腳一片伸出來。另一隻手向後背，好，做嘅時節，你嘅手出力向嘅身體，安尼綁弦，好，綁弦嘅時節咧，你嘅左腳嘅師傅綁弦哦，好，安尼慢慢啊做，好，不用輕鬆，縮氣。吐氣，縮氣，吐氣。縮氣嘅時節可以出力，你嘅手可以出力，綁弦縮氣，吐氣，縮氣，吐氣。好，差唔多做15到20秒哦，縮氣。吐氣，好，做起你可以彎腳，好，右腳用你左腳當高，同樣哦，你嘅手伸下來，好，同樣縮氣，手綁弦，吐氣，縮氣，吐氣，縮氣，吐氣。慢慢做，縮氣，吐氣，3、2、1。下一個動作咧，我哋拿滾筒，用嚟做咧，滾筒向體內放，你嘅師傅坐地啊，滾筒當高，好，做嘅時節，一隻手。用體內放，慢慢啊安尼，滾上來，滾下去，滾上來，滾下去。好，也滾筒不用你嘅師傅當個如何嘅哦。好，差唔多10秒如何嘅。好，做起彎片，向用也滾筒，用你嘅師傅下背。好，向樣哦，滾上來，滾上去，滾上來，滾上去。拖到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等一下，你向下停頓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哦。頭前挨正線，好，手用身體兩邊。我哋師傅向後背送出去，好，用嚟咧按嚟做，師傅向後背送出去哦，好，身體唔好變按嚟哦，係我哋師傅送出去，好，我哋開始嚟哦，師傅送出去，好，我哋咧左腳同右腳交換來做哦，一隻腳做係，兩隻腳來做，好，送出去，好，一隻腳。向右邊點到體內，歸來，好，向後背點到體內，歸來，好，開始嚟哦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。2、1、2，好，可以慢慢做，冇呢啲花可以用嘅。1，先歸來，好，2，歸來，好，3，
归来的时节休息一下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。好，我哋揾我哋咧左腳哦，左腳做嘅時節，先上揾片做俾大家看。好，師傅先送出去，好，一，回來，二，回來，三，四。做嘅時節記得我哋嘅腳係點到天內方哦。點到天內如何誒？好，慢慢做。2、1、2，好，冇力的話，1，回來，2，回來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腳冇呢一年可以用嚟做咧，可以拿一種凳咧，不用頭前，你嘅手可以不用凳咧當個，咁樣安尼，不用蹲如何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冇凳嘅話，你不用身體嘅兩片如何哦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下一個動作咧，愛面天內方。我哋做嘅時節，兩隻腳先向天內方。好，師傅向當個順風來，七條我嘅師傅減緊一條線安尼哦。1，慢慢啊下來。2，好，做失敗哦。1、2、1、2。有力的話咧，可以用嘅咧，可以揾一隻腳做如何哦。用嚟做咧，我哋一隻腳向天內，另一隻腳順出。好，用一隻腳嘅力量向當個。1，慢慢啊變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半腳哦。1，慢慢做如何誒？2、3、4。有力的話，當嗰時就可以停一下，好，慢慢啊變下來。8、9、10。
也条动作，如何我哋根本呢练我哋呢师傅臀脚嘅动作哦。运动做起来，也咪我哋爱来做是把不用强顺嘅动作哦。首先，我哋面体内方，做嘅时间咧，面下来，一只脚。左脚用嘅右脚当高，好，两只手咧，左手向嘅脚一片伸出来，另一只手向后背，好，做嘅时节，你嘅手出力向嘅身体，安尼绑线，好，绑线嘅时节咧，你嘅左脚嘅师傅绑线哦。好，安尼慢慢啊做，吼，不用强顺，缩气，调气，缩气的时节可以出力，你的手可以出力，绑线缩气，调气，好，差不多做15到20秒哦，缩气，调气，好，做下你可以弯脚。好，右脚用嘅左脚当高，同样哦，你嘅手伸下来，好，同样缩起，手绑线，调起，缩起，调起，3、2、1，下一个动作咧。我哋去拿滚筒，用嚟做咧，滚筒向天嚟方，你嘅师傅坐地啊，滚筒当高，好，做嘅时节，一只手向天嚟方，慢慢啊安尼，滚上来，滚下去，滚上来，滚下去，好，也滚筒向你嘅师傅当高如何嘅哦。好，差不多10秒如何诶？好，做下弯片，向用也滚筒，用嘅师傅下背，好，向用哦，滚上来，滚上去，滚上来，滚上去。根本呢教大家嘅动作，大家要學會冇？記得每日向下停頓先上來運動哦，也係身體同精神也會更來更好哦。停頓，我哋下次見。